Hello 啊，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日嚟呢個世紀會咁樣就行下街啦。咁啊，睇應世界盃啦，依家有得睇直播添啊，巴西對海地啊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行下先啦。得啊！嗱，有寫到明啊，B 一層全新美食街，歡迎你啊！咁我哋行喺商場啦。你攞嚟對面你喎，係咪啊？真人娃娃機體驗。嗱，咁呢度仲有個萬代扭蛋喎，可以望一望下先。哇，下邊有百變小櫻喎，send 俾啲朋友先。啊，呢個戒指腰帶。咁呢度都係以蠟筆小新啊，同埋啲高達模型居多。咁咧有哥斯拉啦，大家望到原本球體，跟住變到可以攞出嚟做展品。
咦，快個變身腰帶喎、哦，不過如果係仲正隔離左右嗰啲，我又唔係咁中意，我反而中意快嘅腰帶。隔離有龍騎呢個變身嗰啲盒，不過都係零售價每個都50蚊都要，所以其實扭蛋依家已經係去到好貴喎，依家扭蛋。咁啊，其實佢通常都係啲重複機嚟嘅，好多都係。好啦，我哋行翻出去先。咁啊，有間眼鏡鋪啦。咁啊，你又有間拍啦，就 Green 拍啦，係啦。咁啊，向前少少呢度咧就有番茄口袋，咁其實都係嗰啲類似啲無印良品加埋呢個盲盒嘅嘢，不過都好大喎。大家依家可以睇下啲拼裝模型都好靚，依家做到可以喐動埋添，依家可以係。呢個就幾靚啦，呢個魔法台。咁啊，嚟緊又有巴斯光年嘅動畫出現啦。咁我哋呢啲真係主攻係啲畫玩具區噶啦，我都係。你咪擺其他袋。我不要其他東西。哦，就呢隻多啲喎。咁啊，有盲盒區，我盲盒區都幾靚喎，啲蠟筆小新。好搞笑喎，啲蠟筆小新。有沒有那個蟹黃堡？咁啊，牙寶呢又有。
呢隻牙寶好少，呢隻牙寶。咁啊，去到有啲哈利波特嘅展品啦。呢個都唔貴喎，呢個68蚊啫喎。咁啊，有佢哋個章啦，都係149蚊嘅啫。咁啊，有筆啦，仲有。有部野馬喺度啦，大黃蜂啦。咁呢個就係佢哋所講嘅美食區啦。咁啊有大家樂啦，老香雞都有喎。睇下人流幾多，好香啊啲麵包。来看一看，尝一尝现烤海味小零食。你好。今天可以尝尝烤燕招牌的现烤小豉鱼，鱿魚條嫩嫩的。這個是什麼東西？純魚肉蒸出來的明太魚絲。這個怎麼賣29.8塊100克。100克很小哦。對，沒有多少，我們都是100克計的。但是這兩款賣的都很好。如果喜歡吃魷魚的話，這個魷魚條也很嫩。但是很好吃。很好吃，對。帶一點。這個我要50好了。50塊的。對。是吧？50塊的，50塊的，嗯。我的50塊。好 ，OK。魷魚條你試一下，嫩嫩的。辣妹也看一下，其他還要不要來一點？我給你拿下。這個魷魚條吃的，不喜歡。這是什麼？這個是八爪魚，嘗嘗。這是八爪魚，你試一下，鮮甜一點。咱還有新鮮現烤的，這個也不錯，這個好吃，你嘗嘗。還有個灰的專門吃，灰的嘗嘗。這個就是比較新鮮的現烤出來的，老好吃的，你試一下，慢慢吃。這個也是，這個就 Q 彈一點，這個就有嚼勁一點，嘗嘗。這個試一下。很鮮的，就吃它的這個鮮味，很好吃。要不要幫你帶幾隻？你可以一樣帶一隻。
先买这个吧。就买这个，帮你称一下钱哈。其他真不要了。怎么贵我要50块啊？我看一下，200多个，给你去一点。去一点啊。去一点哈。你的手拿的没那么精准。先开领票，松软鲜甜不烧。唔好意思，50多個得唔得？好吧。 OK 未？好，多謝你。这个我觉得应该很香，好香，我吃。试一下。哎，冇魚，下次再嚟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再拿個。買咗啦，係幾好食嘅，留翻嚟俾我夜晚攞嚟打機嗰陣時先攞嚟食都幾好。有啊，你这样吧，啲半哥兩喎有，大佛蘭。呢其實都幾抵食嘅喎，老香雞9蚊一份，番茄炒蛋，蒜蓉粉絲蝦都20蚊一份啫喎，梅菜扣肉18蚊添，哇抵到爛喎！嗱，咁我而家嚟咗之後咧，落嘅，咁仲有個酸菜魚嘅，價錢講咧，嗱，咕嚕肉嘅15蚊嘅，酸菜魚嗱，咕嚕入幾多咧？我手板，呢特份量啦，咁樣但係都算大條喎，幾好。嚟我睇下個酸菜魚比例，嚟幫我試一嚿，好好食，好腍肉，好入味。呢個仲有啲蒙黐黐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上去2樓。咁啊，2樓呢度啊，主張都係啲親子教育啦，小朋友教育啦。大家都望到噶啦，好多都係呢啲。咁啊，剪頭髮啦，呢度有。咁啊，對面有畫室啦。咁啊，都係仲係有啲彈珠機喺度㗎。咁啊，呢度做啲親子幕，即係嗰啲瓷器油顏色嗰啲啦，但大家都望到噶啦，係咪？
幾好喎。咁啊，呢個係創科實驗室，咁啊就係啲兒童實驗啊，大家都可以望下㗎。啲種植嗰啲啦，啊顯微鏡啊嗰啲都有啦，魚啊呢啲，全部都係啲玩具嚟嘅。咁其實都好嘅，帶動下啲兒童向科學嗰邊發展。咁我哋而家上去3樓啦。3樓呢度都係啦，即係以一個兒童嘅主題嚟去做呢個商場啦。咁啊嗰邊有幼稚園嘅幼兒樂園啦。咁啊有練習書法都有㗎。嗱呢度咧，嗱入邊就玩緊嗰啲碰碰車啦，卡丁車嗰啲。咁呢度就射靶啦，呢度就係。咁啊當然啦，係有得按摩㗎啦。咁呢度仲有間客家菜啊。